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第一身感受台北桃園機場買翻嚟嘅 mask， 就係手上呢隻。有3隻唔同嘅，哇！好以為會分3個唔同嘅盒啦，點知全部擺晒入去 ，total 有成11塊海洋潤澤生物纖維面膜，5塊緊彈活能生物纖維面膜，係3塊靜態復活生物纖維面膜。呢個咪即係我頭敷嗰個咯，3片嘅。首先會敷咗。10至20分鐘，不含石化來源嘅 PEF 物質，不含酒精香精，不含環境荷爾蒙物質。我第一次見，唔做動物測試，98% 嘅天然來源成分啦，純素成分，環境友善配方，經過貼膚測試，即係天然保濕因子、百分子玻尿酸、有機海草著除，唔係好聞到味道。精華啲乳白色薄身少少，同其他系列一樣，都係有2塊網嘅，好難去掹出嚟。冇吉，乜都冇嘅，翻係咁多。膠嘅感覺啦，呢度都唔係包到啦，因為厚身。好多人問我點解要咁轉，因為咁轉先知會唔會跌。係冇移位嘅，呢一 part 咧就係小虛乾。機碌咗啦，同埋用手拍勁快已經吸晒咯，已經 M 嘅第4日啦，咁所以都有啲關係。哎呀，第3次啦，已經開始吸晒，敏感啦，爆水，但係未去到上乾針嘅效果。呢度本身我有暗瘡嘅位咧，佢縮細咗少少。嚟到第3日咧就係要。有啲咩成分咧？紅棗精華、3同玻尿酸啦、積雪草著全效防護因子，一樣唔用動物做測試啊，煲15至20分鐘啦。又係唔係好聞到係啲咩味？精華透明，比較貼身啲嘅。今次相對地少啲，翻咁少力。暫時未有敏感現象，冇吉冇奶，一度咧都係薄咗嘅。呢個位係真係薄咗，啲位一薄咗，額頭位嘅真係唔係好覺佢薄咗。面頰呢度個位薄咗。機推完啦，呢度就拍完，快地吸咗。今次係推咗2下就已經吸晒啦。敏感啦 ，M 爆出嘅感覺嚟日 M 啦，第5日，今日咧就去到呢度啦。今日嚟到最後一日回復，入邊嘅成分就係有基肽啦、胜肽啦、天然核糖啦、積雪草著除啦、全效防護因子，敷15至20分鐘。白色嘅比較貼身嘅精華，咩味？得返呢個角度，暫時未有敏感。呢度係薄嘅，呢度係少佢啦，呢一度都薄咗。
因為推咗2轉到啦，已經係吸晒，亦少去 firm 咗，係冇敏感啦，打水效果啦 ，feel 到呢一度咧係有啲被壓住感覺嘅。呢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啦，大家中意條片就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下面記住訂閱我個 channel，follow IG。下次見，拜拜。